真侪人伫新的一年一开始进前，拢会去庙里点灯，灯代表着光明的意思。也真侪人伫咧元宵节讲，这个灯啊，就是代表出灯的意思。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本地要伫新竹市举办的台湾灯会暂时取消啊。不过，这个开卖到1700万打造的主灯要刷去倒位咧，也引起众人讨论。政府风声讲，交通部拍算讲要甲这主灯踩伫咧高铁的新竹站。县政府甲在地业者也表示讲，真欢迎。用108支灯啊配搭电火，营造科技感，这就是2021台湾灯会主灯。受疫情影响，新竹市前一站已经宣布取消灯会。目前这个主灯传出交通部要甲刷来高铁新竹站，头前的这块空地，新竹县政府表示真期待，讲会全力配合。如果公安局评估的结果，竹北市列为优先的部分，新竹县政府一定是全力来配合。未来所引进的观光人口以及搭配的相当的配套的流程的部分，相信有助于整个推振提振我们整个新竹县的一个观光。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豪华双人房。饭店业者听到主灯按说要放在新竹县，嘛拢真欢喜。原本因为灯会取消，搁咧欢乐，业绩会受冲击，即马却当作满百的期待。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取消了，但是能够等到今天这个消息，是非常的开心的。那尤其是呢，就是因为主灯的点灯的话呢，是临近暑假的期间，那相信呢，对于饭店目前的国旅市场以及疫情的关系，其实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虽然讲主灯有可能会刷来新竹县。不过，光雕作品甲艺术灯区又是按算，等疫情较无遮严重时，保留在新竹市举办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